由思君同陸永組成嘅組合農夫，出道25年以嚟，一直以貼地歌詞同埋幽默風格而深受大家喜愛。依排陸永喺《墨魚遊戲2》入面表現突出，令到大家重溫佢哋喺嘟姐去 shopping 入面嘅搞笑片段。依家佢哋宣布成立自己嘅工作室農作天下 So Far So Cool， 正式自立門戶，並透露首個搞作會係棟篤笑大賽。農夫喺社交平台分享咗工作室嘅裝修前後對比相，搞笑咁講，好反映到呢25年我哋嘅經濟狀況，引起網民熱議。喺上島睇到工作室裝修好簡單，淨係擺咗幾張凳同埋招牌，相當貼地。對於自立門戶，思君就話同人合作最多都係希望幫人寫下歌，而家終於有個空間可以同人合作寫下稿、寫下劇本、導下 show、監客製、合力栽種，希望所有創作人嘅農作物都豐收。陸永亦都留言講到好中意新公司個名 So Far So Cool， 到目前為止都幾好啊。佢仲補充呢個係佢對農夫、對自己事業甚至對人生嘅感受，唔使急，隨心做農作物，請支持我哋成立嘅新田，一齊耕。農夫出道以嚟已經簽過幾間公司，而家終於成立自己工作室，真係意義重大。兩人表示未來會繼續努力，為香港樂壇帶嚟更多好作品。LP